Hello，大家好。什么是 Web3呢？其实就是利用分布式的区块链技术构建了下一代新型互联网框架。那旨在通过去中心化的技术呢，建立更安全、透明和用户体验更好的一个网络，为用户呢和企业提供一种不需要中介机构的数据存储的一个交换方式。用户呢可以自己掌控和管理自己的数据资产，并且呢可以适当的授权自己的数据给第三方，同时呢第三方需要支付相应的数据使用费，这就是下一代的一个价值互联网。而谈到 Web3呢，我们不得不提到两个重量级的一个区块链项目。那想要加入红哥的社区呢，可以看主页。那先说说第一个重量级的一个Web3的一个项目，叫做迪芙尼啊。很多朋友可能在早几年前呢听说过它的一个传奇故事啊。那讲到这里呢，不知道会不会被骂啊？有点紧张。被圈内的人呢号称天王级的一个区块链项目呢，代币在2020年上线交易所啊，代币的名称叫 ICP。那最高的价格达到$2000多了，在上线之前呢，我看了各大交易所的价格都在$2000多啊，最高的$2300多，目前的价格呢是$5左右啊，真的听到这里啊，心凉了半截。那虽然说呢，跌幅高到99%以上了啊，但从它的生态发展来看呢，已经有很多创新型的一个 Web3的项目，而且呢，独创的这个计算机神经网络呢，可以打败市面上90%以上的加密钱包呀！不得不说这个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应用啊，我认为值得所有 Web3的钱包可以去借鉴的。那随着应用的不断的扩大呢，未来依然值得期待啊。虽然说呢这个项目呢被称为天王级，但是呢最后呢确实也成了天王级了啊。从最高$2000多跌到现在$5，那个跌幅基本上达到几百美金、几百倍了。啊，不管怎么样呢，我认为在 Web3到来的时候呢，我认为这个项目呢，它依然有它的一个潜力和它的一个期待。那第二个就是呢Faircoin 啊，想必呢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当然，早在2019年的时候呢，红哥呢身边就有很多人参与这个挖矿。不过呢，当时呢红哥的这个认知比较低啊，走的离这个矿机比较远。最高的时候呢是在2021年的时候是$240，目前的$5左右啊，这也是被称为这个分布式存储界的扛把子呀，也就是存储类的一个龙头。那虽然说呢伤了很多人的心啊，我知道的目前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在2019年、2020年呢是布局这个 Faircoin IPFS 的一个挖矿啊。当时的话呢，我知道我的朋友还有好的一些这个矿商他们都有去在布局这一块因为存储嘛，是整个 Web3的一个比较非常重要的一个赛道了。因为我们在整个互联网当中的话，我们的数据基本上到目前应该是超过了几百应该是几兆了几兆亿的一个数据这个存储量了。那在 Web3的话，应该是比互联网的这个存储应该还要大的，所以说未来的存储呢，它肯定是一个比较非常重要的一个赛道。当然呢，在存储里面呢，不是非要可以呢一家独大，还有其他的，那我们这里就不再重点这个赘述。那随着 Web3的到来呢，未来的这个分布式存储呢，将会成为这个最具有上升空间的一个赛道也就是它可能会比其他任何的一个赛道可能都会重要一点，因为数据这个安全一直是最近很多年比较担心的事情。那要不然的话呢如果说这个赛道不重要的话，要不然的话呢，币安最近呢也不可能投身于这个分布式赛道这个领域。那币安呢是何其人也呀我们都懂的。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一个 Web3的财富密码如果大家呢想要在下一波牛市去布局呢，我认为可以关注一下这两个币，一个 ICP 一个 Fail 虽然说他们让我们很伤心，但是呢，我们伤心归伤心，但是呢在下一个牛市呢，我认为它肯定会有所表现好了，还没有关注我的话呢，可以先点赞、关注、收藏。红哥呢在这里拜谢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